國際頂流歌手王嘉爾每次出現都必定成為焦點，全年忙過不停嘅佢，今個農曆新年終於可以忙裏偷閒，同父母共度新春。17號，佢喺社交網上載多張同爸爸媽媽嘅合照，同埋影貼紙相嘅短片，當中除咗見到佢哋到餐廳食飯，同埋一齊敷面膜之外，影貼紙相嗰陣又擺出唔同嘅姿勢，一家三口玩得十分開心。而最令網民感到驚喜，莫過於 Jackson 嘅童年照，見佢頭戴 cap 帽，身穿白色短袖衫同埋吊帶工人褲，單膝跪地十分可愛。Jackson 亦都喺貼文留言表示，家人健康最重要，並感恩粉絲們多年嚟嘅支持同埋信任。最後更預告新一年唔單只有巡演，仲將有多項事情要官宣，從而引發粉絲們嘅期待啊！Hello， 東網嘅觀眾大家好，我係 Gigi 明熙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。然後我新一年嘅願望就係希望可以唱多啲唔同嘅風格嘅歌俾大家聽，希望大家會期待啦。